来看讲，高师大艺术学院退休的院长黄九官教授有发起一个活动，也对12年前开始呢，这个活动呢，就互这个偏乡的小学校会当来接触到音乐甲艺术。也今年参加学校呢是增加到15间，唔但安尼哦，佮甲各学校的特色结合起来，变做一出音乐剧。也5月31日要伫国家级的剧场画舞营来办公演。来到大家好，我就是顶港有名声下港上出名马祖出巡成功的时代传统马小时间宝贝呀宝贝仔行大声，甲大家讲马祖要出巡咯。后壁佫对着规旁的顶头，有龙有狮，佫有叫板更叫。这是由落地的三比国小甲永安的兴达国小做过表演的咖喱戏。这两间学校拢是分段乐音计划赞助的偏乡小校。学生囡仔为着月底要伫画舞营表演，前后后已经准备要几年的时间。头摆有机会徛起伫国家级的舞台，囡仔是紧张又佫期待。一个非常很有意义的活动，我觉得说别人可能做不到，但是我们可以做到这种事情。无论是咖喱戏、拍鼓，也是乐器演奏，这些囡仔拢是偏乡小校学生。这个计划发起人黄九官教授是高师大艺术学院的院长。退休了后，伊对2014年开始，将音乐艺术的资源带去高雄的偏乡小校，那教囡仔学音乐、学唱歌，也有各种在地特色的课程。7当前开始，互囡仔举办公演，拄开始，敢若7间学校参与，即阵已经有15间，而且今年伫国家级的剧场表演。黄九官讲，偏乡的囡仔只是欠资源、欠舞台，只要互因机会，因嘛会当做个真好。观众几百个人为他鼓掌，他觉得很有信心。对这个是一个除了在他的那个动力学习的动力上，不是只有音乐上面哦，他觉得我努力的话，我就有成果，所以他在生活上，在上学上面，他就更专注了。黄九官表示，这摆演出是结合15间学校的技术特色，加做一出音乐剧。伊也邀请大家31下晡做过来画舞营，用实际行动甲这个囡仔鼓励。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雄场报道。